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年嬸嬸啊。咁咧，我就決定露臉啦。其實嚟大家之前再聽我把聲咧，都應該有幾個月至半年嘅時間。咁點解我決定露臉同埋又再同大家見面咧？咁呢段時間都 explore 咗好多關於 AI 嘅 tool 啦。咁亦都睇到好多 AI 生成嘅嘢啦。咁其實咧都會覺得有啲 AI 嘅審美疲勞啊。係啊，咁所以咧都決定有陣時都俾自己一個更加自然嘅效果去見翻大家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呢個影片咧就係其實想講講呢家嘅AI tool 點樣幫助到大家去做一啲 AIGC 嘅內容生成。喺呢個 AI 競賽底下咧，呢家有唔同嘅公司咧都會推出新嘅 tool 同埋新嘅 model 嘅。咁我哋喺驚緊 AI 會取代自己嘅時候，其實喺2026 onwards 咧，我覺得我哋係要考慮亦都要接納 embrace AI 呢個新嘅模式，佢點樣影響到我哋生活，點樣影響到我哋工作。好似以前咁我哋需要可能 production house 要去做一啲product shot 或者要需要一啲專業嘅攝影師先可以咧影到一啲比較professional 嘅影片或者一啲相片。咁呢家其實好多時 AI 都做到。咁我呢個影片咧就會話俾大家聽點樣做到。今日佢教大家用 AI 工具超快整一條商業廣告片。我之前自己整過一條芒果汁廣告，而家即刻去片睇下啦。我哋而家可以用類似方法，用積夢 AI 整一條草莓牛奶片，仲可以揀智能多啲生成視頻，睇落超專業啦！全部用手機或電腦搞掂，零成本，新手都唔使驚，我一步一步教你。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按鐘仔，唔好錯過更多 AI 教學啦！好，而家開始。首先呢，去積夢 AI 網站註冊，用抖音掃 QR code 啦，微信或者手機號就得，免費版每日都有額度，不過都夠我哋玩嘅。以下係我哋要準備嘅產品係草莓牛奶，重點係要做到新鮮絲滑效果。提示詞可以參考我之前芒果汁嘅，用大概8張圖就完成。你可以係積夢生成圖片，然後用智能多啲功能生成視頻。好，我哋而家做第一張圖嘅生圖提示詞，高速攝影下嘅微距特寫，一粒完美嘅掛住晶瑩水珠嘅新鮮草莓懸浮喺空中，背景係陽光下嘅綠色田野。如果大家需要詳細中文版或者英文版，可以喺呢度留言想學俾我，我會 DM 翻大家。記住提示詞越詳細 ，AI 出圖越靚。跟住我哋繼續係第二張圖，輸入提示詞，譬如高速攝影下嘅微距特寫。墜落嘅草莓啱啱觸碰到純白色嘅牛奶表面，激起咗一圈奶油咁絲滑嘅極其優美嘅白色奶罐。其他所有嘅圖片都係用同樣方法，你俾個 prompt 等幾秒就生成出嚟。如果唔係你心目中個效果，就改提示詞再試啦。我整芒果汁嗰陣試咗幾次先定稿，生成完跟住下載，我哋一陣用嚟整片。本質上我可以利用積夢 AI 嚟生成視頻，但係我唔夠 credits， 想全套用積夢嚟做。你可以去升級，利用視頻生成功能，再好似我哋選智能多啲。通常會做到一成條片，我而家選擇係 CapCut 做啦，做用手尾嘅，再用返我哋之前生成圖片嘅 prompt 俾個動作每噸相，咁就生成廣告嘅一小段啦。我芒果汁片就係佢由靜態變動態，總長30秒，草莓牛奶廣告成品出嚟啦！夠專業啦啩，用積夢 AI 同 CapCut 整商業片變得超容易，快啲試下 comment 分享你嘅作品。我下集教更加唔同 tools 嘅進階玩法，多謝收睇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拜拜，睇下次見。